嗰邊地方大啲啦，人手又多啦，又多活動。佢哋咧就真係好似咧當自己父母咁樣樣，好有愛心。因為香港嘅長者對於養老嘅質素係好關注嘅。近年，粵港兩地政府積極推動跨境養老合作，從2014年起實施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政策支持不斷完善。截至2025年9月22日，已經有24家養老機構納入計劃，分佈喺廣州、深圳、佛山、中山、江門、肇慶、珠海同埋惠州等8個大灣區內地城市，滿足部分香港長者嘅迫切需求。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嘅推進，越嚟越多香港長者選擇北上養老。香港長期面臨嘅養老困境，截至2025年5月底，仍然有17016人喺登記輪候各類型嘅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其中護理安老宿位14932人，護養院宿位2084人，平均輪候時間約10個月，而非資助床位每月收費高達1萬至5萬港元，令普通家庭難以負擔。20年入嚟嘅，啱啱5年整呢個係，因為我決定找老人院，關鍵我老婆身體唔好，咁我照顧佢咁多年，慢慢已經都係比唔上以前啦。咁佢20年嗰時喺屋企裏面跌過一次，唔省人事，後來就醒翻。嗰次之後我就決定要入養老院啦，因為仔女唔喺身邊，好難照顧嗰度。咁揾養老院嘅時候睇過7、8間啦，喺廣州市，我聽到個名好特別啊，春軒茂。去睇下啦，你咪得閒去睇下啦咁。呢個環境啊，綠化非常好，所以我好中意呢個地方。即係幼兒園一樣，日日都安排，有人同你傾，同你講，擔心翻屋企咧，佢哋咧又得閒啊，冇人煮飯俾我食。呢度3餐咧就穩定，佢都有醫生嚟查房嘅，有啲係量血壓啊、睇病啊咁都有。佢哋咧就真係好似咧當自己父母咁樣樣，即係好體貼、好細心、好安心喺度住。據悉，香港樂善堂正同春書貿合作，承接社會福利署資助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我哋而家樂善堂其實都持續有唔同嘅體驗團俾有意上去灣區養老嘅長者咧。咁而啲長者上到去之後咧，其實佢哋都覺得喺春書貿嘅環境啦，同埋所有嘅配套啦、活動啦、膳食都係好合乎佢哋嘅一啲嘅質素。因為香港嘅長者對於養老嗰個嘅質素係好關注嘅。咁而我哋今次同春書貿嘅合作其實好多體驗團嘅長者佢哋都覺得春書貿係符合翻佢哋養老嘅一個好好嘅環境。去廣州嘅時間其實目前政府有唔同嘅配套嘅。今年嘅年底佢會為每一名嘅長者提供4萬蚊，包括咗1萬蚊嘅門診、3萬蚊嘅住院嘅醫療嘅資助啦。據悉，香港特區政府2024年施政報告亦都提出，為參加廣東院舍計劃嘅綜援長者，每月額外提供5000港元資助，進一步減輕家庭負擔。嗰邊地方大啲啦，人手又多啦，又多活動。香港嗰啲老人院我都去參觀過，就比較逼狹啲，一個人一個好小嘅空間。如果我真係到我自己照顧唔到自己嘅時候，我都可以諗下上去養老嘅。喺養老資源緊張、本地院舍輪候時間延長嘅背景底下，北上養老已經逐漸成為香港長者嘅現實選擇同社會趨勢。我們有特意的打造了1層這個香港長輩的居住樓層，在我們的服務團隊的話，我們也有意識的挑選了一批懂粵語的這種服務人員。那離我們這個項目不遠的話，大概也就是半個小時車程的3甲級的綜合醫院，可以使用到香港醫療券，所以在醫療的便利性和豐富性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優勢。2025年，春軒茂在廣州一個城市能夠有2家同一個品牌的拿到這個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的認可資質的話，和香港樂善堂的長期以來和我們的一個合作，共同的一個配合還是有非常大的關係的。我們也將持續努力，讓我們的服務為香港的長者帶來更好的養老生活。